世界各地出名的河川，差不多拢是迄个区域文明的源头。人类应该伫会晓用火进前，就知影水是生命的瓦壳。台湾绝对是上苍有看顾的所在，所以想赐予咱山河海这天生自然的荣华富贵。知影珍惜的先民用“饮水思源头”这句话，提醒下地子孙爱知恩惜福。嘛毋知为当时开始，台湾人有放水流的观念，想要放袂记的爱情、温暖、不如意，拢总甲放水流。后来无爱记的物件，嘛甲放水流。年久月深了后，咱的河川除了无鱼无虾，啥物件拢有。自古以来，挖近河川的所在，绝对是徛家种作上好的选择。讲到种作，嘉南边缘的这些人，一定会提起嘉南大圳。日本时代伟大的技术北电11起造乌山头水库，落去欠水。这个水透过伊精心设计通连的圳沟，予嘉南边缘大片的田园有水通灌溉。这就是苏东年世界出名的水利系统。北电技师甲伊的夫人在生的时就发愿，若是生命行到终点，因要葬身伫台湾。有人质疑，因是日本外来统治者的身份，出身毋是家己会当决定，但是心意甲归属是感情的花，所结感情的果。咱敢是有感情的人，是安怎上苍赏赐予咱的山河海，哪会伤痕累累？看到这个伤痕，有些人会轻轻问一句：台湾，你今仔日有较看我无？咱敢是有感情的人？咱的感情伫倒位？